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魏文清。香港大熊貓龍鳳胎家姐細佬最近被正式命名為嘉嘉，咁就盤點一下名叫嘉嘉得記大熊貓，睇下家姐細佬同邊個撞名啦。七仔，嘉嘉普通話同佳佳同音，所以英文名係一樣，都係嘉嘉。1974年時作為國禮贈予英國寄養喺倫敦動物園嘅雄性熊貓叫做佳佳，不過佢嘅英文名係 Kia，咁就唔講啦。佳佳譜系號230，雌性，1978年生於四川野外。上世紀80年代，竹子大面積開花枯死，大熊貓缺乏食物，甚至餓死。1980年9月，年約2歲嘅佳佳被救助，送往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。後來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就喺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立，而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就係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嘅前身。1992至1996年，佳佳喺熊貓中心誕下5胎6仔，成活5仔。佳佳同盼盼育有3個兒子佳林、迪迪、龍龍。佳林雖然算作成活，但10個月大時夭折。2002年12月，龍龍接替雙性大熊貓興興、錦竹，旅居日本神戶王子動物園，同蛋蛋、爽爽一齊生活。龍龍就係第2代興興。2010年9月，興興、龍龍進行麻醉採精，意外死喺神戶王子動物園，享年15歲。佳佳同新興育有2名女兒月月、國國，月月同國國都有成活嘅後代。佳佳家族目前已經發展到第5代啦。1999年，中央政府贈送香港1對大熊貓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週年。佳佳因為身體健康、性格文靜、外貌可愛而獲選中。當年3月同安安一齊被送到香港，落戶香港海洋公園。經過檢疫後，當年5月17日，安安、佳佳公開亮相。係啦，安安、佳佳來港時分別23歲同21歲，相當於人類39歲同63歲。本身已有名字，港府冇舉辦命名活動，直接沿用本身名字安安、佳佳。不過安安、佳佳都係好名字，呢2個名字本身已經寓意香港繼續安定繁榮，迭創佳績。安安、佳佳居住喺香港賽馬會四川奇珍館，佢哋只係鄰居，並非情侶。佳佳來港後再無生育。2015年，海洋公園為佳佳慶祝37歲生日。佳佳同時獲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為迄今最長壽嘅圈養大熊貓，以及最長壽嘅在世圈養大熊貓。作為老年大熊貓，佳佳患有高血壓、白內障、關節炎等多種老年疾病。2016年10月，佳佳喺海洋公園逝世，享壽38歲。後來重慶動物園暨新星以及成都基地暨慶慶都活至38歲4個月。無論如何，佳佳都係最長壽嘅圈養大熊貓之一。互寶譜系號734，雌性，2008年出生於熊貓中心嘅雅安碧峰峽基地，父母係圓圓、竹韻，有個雙胞胎妹妹文文。2012年9月，互寶同母傑一齊旅居新加坡河川生態園。母傑、互寶喺新加坡嘅名字係海海、嘉嘉，嘉嘉嘅普通話同廣東話都同嘉嘉同音，英文名係嘉嘉。海海、嘉嘉自然交配同人工受精雙管齊下，造熊成功。2021年8月14日，嘉嘉誕下一隻雄性幼仔，取名叻叻。叻叻係首隻喺新加坡出生嘅大熊貓。順帶一提，樂樂同嘉嘉係父女關係，而叻叻同嘉嘉都係親子關係。不過嘉嘉係母親，叻叻係兒子，同香港嘅樂樂、嘉嘉相反。樂樂同叻叻冇血緣關係，不過嘉嘉同家姐有同一位外曾祖父盼盼，佢哋係2代表親，嘉嘉係家姐嘅表表姐。舊年1月，叻叻回到中國。海海、嘉嘉本身嘅租約係10年，2022年時終身雙方簽訂續租協議。海海、嘉嘉繼續居住喺新加坡，直至2027年。海海、嘉嘉有機會拼第2胎啊！嘉嘉譜系號846，雌性，2012年出生於熊貓中心嘅雅安碧峰峽基地，父母係盧盧、華美。嘉嘉同香港嘅嘉嘉有2組共同祖先，有2重親戚關係。喺盧盧家族，嘉嘉係盈盈嘅同父妹妹，父親係盧盧，所以嘉嘉係家姐嘅姨姨。另外，嘉嘉同家姐有同一位外曾祖父盼盼，
所以家家互補。家姐係二代表親，家家都係家姐嘅表姐。家家曾出差至寧波雅戈爾動物園，2019年出差至上海野生動物園。家家生咗兩胎三仔，成活兩仔，叫做家寶、康康。根據2019繁殖建議，家寶有兩個嫌疑爹，圓圓同津安，但根據其他資料，家寶係津教授繼續，可能家寶後來有做過親子鑑定啦，如有錯請指正。根據維基百科，康康記爹係圓圓，但根據其他資料，康康記爹係香格，所以唔太確定。康康記譜系號未知，根據佢記出生日期，有可能係1222，純粹推測，一切以官方公布為準。家家就係喺上海野生動物園生康康記，家家、康康兩母子而家都居住喺上海野生動物園。佳佳，譜系號1189，雄性，2019年出生於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究中心，父母係喬喬、豬豬，有個雙胞胎妹妹圓圓。豬豬接受人工受精，輸入咗喬喬寄冷凍小蝌蚪，誕下佳佳、圓圓兩兄妹。2022年8月，佳佳搬家至陝西秦嶺大熊貓佛屏救護繁育研究基地。佳佳嘅父親喬喬係陝西野熊，母親豬豬就係四川陝西混血。佳佳係有1/4四川血統嘅秦嶺大熊貓。佳佳同家姐冇血緣關係。德德，普通話同德德同音，英文名德德，所以上榜。德德，譜系號792，雄性，2010年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動物園，父母係冰星、花嘴巴，有個孖生細佬亞寶。2007年9月，冰星、花嘴巴一齊旅居馬德里動物園，兩夫婦喺西班牙誕下4胎6仔，全部成活。德德、亞寶係冰星、花嘴巴嘅長子同次子，經人工受精繁育出嚟。2013年5月，德德、亞寶回到中國，入住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。冰星、花嘴巴同德德嘅弟妹都已經回到中國。2015年，德德搬家至都江堰熊貓谷。德德同細佬冇血緣關係。家姐、細佬被正式命名為家家、德德。家家嘅家字有加油、打氣嘅意思。此外，不論廣東話或普通話，家都同家同音，所以家家亦有家庭、嘉許嘅美好意思。而德德就有事事都得嘅意思，不論廣東話或普通話，德都同德同音，所以德德亦有美德嘅意思。並冇其他熊貓完全一樣叫做家家或者德德，純粹係同音家家、德德而撞名。家姐嘅撞名情況比較多，包括同已故嘅佳佳撞名，所以家姐係第2代家家，而細佬就淨係同成都基地嘅德德撞名。其實家家、德德都係好聽嘅名字，只係與名家姐、細佬更親切，已深入人心，暫時好難改口叫佢哋嘅新名，可能需要多啲時間去習慣家姐、細佬嘅新名字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麻煩按讚、訂閱、留言加分享。你嘅互動會令影片更易被推薦，被更多觀眾睇到。感謝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